今晚係金瑩同大家睇天氣。今日大致天晴，天氣炎熱，由高清攝影機望出去，維港間中有陽光，能見度都唔錯。天氣炎熱，下晝天文台氣温上升到30.6度，比氣候平均值高6度以上，而各區氣温普遍喺27度以上。風勢圖上，聽日偏南氣流將會繼續影響香港，但星期日將會轉吹北風，天氣稍涼同有雨。睇睇11點鐘嘅氣温係26度，相對濕度82%。交俾天氣先生。天文台預測今晚大致多雲，聽朝沿岸有薄霧，最低氣温大約25度，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同炎熱，最高氣温大約係30度。聽晚有幾陣驟雨，吹和緩嘅偏南風。預測聽日上晝嘅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係低嘅水平。預測最高紫外線指數係7，強度屬於高。轉睇下，一個發展中嘅低壓區將會喺週末期間靠近日本。全國天氣將會轉差，有強風同大雨。星期六下晝開始，低壓區影響九州同四國，並逐漸擴展到全國。太平洋沿岸地區雨量更加會超過50毫米，可能引致水浸同山泥傾瀉，而北海道更加可能有雪。跟住睇下其他城市嘅天氣預測。廣州雷暴，澳門驟雨，廈門多雲，台北多雲，上海落雨，北京天晴，瀋陽多雲，首爾落雨，大阪落雨，東京多雲，曼谷明朗，吉隆坡同新加坡雷暴，雅加達多雲，胡志明市驟雨，馬尼拉天晴，墨爾本驟雨，悉尼雷暴，布里斯班雷暴，惠靈頓明朗，奧克蘭落雨，孟買天晴，新德里明朗，卡拉奇明朗，溫哥華驟雨，三藩市同洛杉磯天晴，紐約多雲，多倫多落雨，芝加哥雷暴，羅馬多雲，蘇黎世天晴，巴黎驟雨，法蘭克福落雨，阿姆斯特丹明朗，倫敦多雲。天氣先講到呢度，晚安。天氣報告係由幫你遠離防腐劑污染嘅 Fanco 無添加特約播映。太子珠寶鐘錶特約，瞬間看地球氣候。太子珠寶鐘錶及 Pioneer Diamond 贊助播映。跟住落嚟係娛樂頭條。